大家好，我係1B 班32號。今日我要分享嘅書係《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》。首先睇目錄，今次分享主要分3部分：作者同小說簡介、主要人物、小說作品同我嘅感悟。作者 Tara Westover 係美國傳記作家同歷史學家。佢嘅呢一本回憶錄一出書就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第1，獲得好多項國家級獎項嘅提名，被評為2018年10大最佳圖書之一。作者本人仲入選咗2019年時代8大最具影響力人物。喺17歲之前 Tara 生活喺一個深受父權制同偏執宗教影響，充滿家庭暴力嘅扭曲家庭入邊，父親灌輸嘅畸形觀念好似鬼魂咁纏住佢。即使後來佢接受良好教育，都一度陷入精神奴役。後來佢喺老師、同學、朋友同哥哥 Tyler 嘅幫助下，靠自己嘅堅韌同勇氣，逐步掙脫身體同精神雙重束縛，完成咗一場真正嘅生命教育之旅。下面進入主要人物部分。Tara 係屋企最細嘅第7個仔女，佢嘅童年係由垃圾場嘅廢銅爛鐵組成，冇學校，只有起重機嘅空鳴聲。父親唔准佢有自己嘅聲音，直到佢逃離大山，進入哈佛同劍橋，獲得哲學碩士同歷史博士，佢嘅生命從此擁有無限可能。佢嘅哥哥 Tyler 係屋企最開始嘅另類，佢會擠時間嚟學習，成為屋企入邊第一個走出大山上大學嘅人。佢鼓勵塔拉話，外邊有一個唔同嘅世界。Tyler 用自己嘅親身經歷啟發咗 Tara， 催生咗 Tara 嘅自我意識成長。佢嘅另外一個哥哥 Sean 有嚴重嘅暴力傾向，係塔拉嘅噩夢。佢曾經喺公共場合對塔拉施暴，俾 Tara 留低無法彌合嘅傷痕。佢嘅父親 Gene 係家庭主宰，患有嚴重嘅偏執症同精神分裂症。佢唔准仔女返學，認為係交俾惡魔，並將極端思想強加俾全家人。而佢嘅母親就係父親忠誠嘅信徒，佢本身有自己嘅獨立思想，結婚後卻以夫為天，一味順從，最終泯滅咗自己嘅思想。最後係小說作品同感悟。Tara 用咗10年時間，從一個從未返過學嘅女仔，成長為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。佢寫呢本書係為咗面對失去屋企人嗰陣時嘅複雜感受。呢本回憶錄亦係佢嘅成長記錄，亦都係自我救贖。作品核心立意就係教育嘅重要性。教育讓人獲得唔同嘅視角，去理解世界同埋他人。佢好似一把金鎖匙，打開生命中一道道大門。當然你以教育為翼，好似鳥一樣飛翔，就一定可以抵達屬於自己嘅山巔。最後我想把書名送俾大家，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。無論起點點樣，堅持學習同獨立思考，我哋都可以飛向自己嘅高峰。多謝大家。